的世界，人生何受怎样你敢知？为情为爱，只款不应该。三年修恨，永远在心内。人客官，喂，你用暗来阮这间酒家啉酒，好啉了有轻松啊无？迄足轻足送的咯。我规卡皮箱，互你吟甲空，拢去呢啊！迄唔送嘛就送。安尼哦，嘿啊是讲吴先生泡在啊遐，哈看你一箍盼啊，哪会遐有钱？啊，银票拢用皮箱底。因为3年前，被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杀，吼，迄个时阵我无挂乌目镜，嘿，而且又搁臭头烂去，消散落吧。哎哟，啊，甲即阵拢无共哦，后来呢？后来我放弃到男性的悲哀，倒着男性的志气，提出到男性的本领，怀着男性的气魄，奋斗打拼。今仔日，唔才会当来这间酒场，甲你来啉酒，显出着男性的纯情。安尼我敬你，会当甲你熟识，只是阮的公用啦。人生受恨，真情在心内。等待时机，一定无伊知。为着人类愈想着境界，唔通陷害影响的将来。喂，查某，你的本名叫阿桃，李月桃对哈？诶，你是啥物人？你哪会知我是阿桃咧？这，我下面两撇喙手甲拔掉，顶面的目镜也甲拔掉，看好详细。光溜溜，诶，你敢是阿呆5号呆吼？是5号台，也就是今仔日的5炮仔。安怎？想要交好？来，这5000万是因南我要带你出场的代价，有够无哈？好大兄，请你赦免我，以前是我的唔对，一时贪虚华才来离开你，实在足现实的。但是今仔日我依然还阁足现实。来，5000万给我，我甲你出场。啊，闪啦！你爱钱，我嘛爱钱，5000万摕来。阿兔，男性伟大的力量，你就唔通叫我袂记你才好。再见。好大兄，泡仔啊兄，5000万啊，5000万啊！得情得恨，情欲的世界，人生何受已经公认知。男性何受已经公认知。